咱的乡亲时代，过年若要家己驶车到南投的清境，都要驶较慢哩。因为南投清境迄支全台湾上悬的测速翕相机开始翕咯，这半个月以来已经取缔1905件，实在是这个限速太严格了，只要超过30公里，就会去互翕到。你说被开了几张了？一天开2张啊。 手提2张超速罚单，民众真生气。伊只是开车送囡仔去上课，一天内就好测速翕相机翕2张。有啦，要载小孩子去读书，这里下坡啊，你这样就不行啦。伫南投清境全台上悬的测速翕相机，半个月前正式启用，但是当地民众埋怨路架无打这油门，时速拢会超过30公里被翕相，真正伤害。感觉这个就政府在抢钱啊。平平的还好，你下坡不用加油，要踩刹车了。实际测试只要路架出300公尺，无打油门就会超速。目前这支测速翕相机已经取缔超速1905件，平均一天就900件。都是山路，而且道路蜿蜒这个路幅也不是很宽所以道路主管机关认为说30公里是合宜的。 警方强调，清境路场是过年旅游的大热点，加装测速翕相是要让游客注意行车安全，所以年节若出去佚佗，千万要注意，唔通开伤紧，出去佚佗欢欢喜喜，倒来厝收到罚单，心情一定真歹。